兄弟姊妹平安。虽然世界变化遮大，疫情带来足多的冲击，哪像暂时隔断咱甲上帝结连，也是咱的敬拜。无要紧，上帝听犹原伫咱的中间，咱的疫情特别过去，咱通恢复早时咱的敬拜欢喜敬拜的情景吼。来，咱来串联圣诗161首 A 调。 圣诗161首 A 调，上帝所赐活命，互我心勇健，互我为听你所爱听，也行你所爱行。吼，注意吼，这个就是互我为听你所爱听，互我为探你旨意，互我为行你所爱行。吼 ，OK， 好，咱来吟第一节。 上帝所赐活命，为何我心勇健？互我为听你所爱听，也行你所爱行。搁一摆，上帝所赐活命。 心勇健，互我为听你所爱听，也行你所爱行。咱过来看另外一首258首，圣诗258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 歌词我拢读过，大概袂有困难的所在。咱来吟第一节。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直到后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主开了阶段。 困苦的日，甲你哭泣，今仔靠主不变听堂，倚就半天拢袂摇动。咱团练诗到这，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耶和华赏赐我一切大恩，我要用啥物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
求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谢我的愿。信诗161首，上帝所赐活命，会众请起立吟诗。请咱永远徛的用使徒圣经来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做你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救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高塔 K 英文25篇 ，K 英文25篇。我要掠目黄山，我的帮赞对倒落来，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错。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应允。你时太阳无伤你，暝是月也袂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创造地，听叹世间人永远至神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殿，互阮会当有健康的身体来敬拜你。主啊，阮要用谦卑甲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恳求圣神压落伫阮中间。互专心祈求你的人得到安慰甲帮助。耶和华的目睭看顾敬畏伊，
望伊主爱人，见若着我的人，着就近我，我要互你安息。求主扶持安慰教会失去亲人内心的艰苦。求主赐快乐，互心灵送向软正的人。上帝赏赐咱的，毋是惊吓的心，就是关灵、仁爱、守己的心。求主赏赐平安福气，互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对今仔日的圣经，咱知你望每一个人会当对世上的罪恶中离开，并且得到透放，恢复性格。主啊，阮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主洗清阮生命中无合你心意的一切，帮助阮重新建立甲主美好的关系，带领阮活出主的款式，丰盛的活命，互阮会当伫众人面前知影你是耶和华，见证你奇妙的作为。感谢主，伫这疫情的中间，阮要搁一摆算效你的恩典。感谢主保护阮，免受到灾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乌鲁，咱请圣歌队，因要唱的诗歌是《阮要颂赞乌鲁里》。
感谢主赐平安，感谢主赐福气，因带阮向前行。圣经，今日圣经记伫以西结书24章24节到27节。我来读。以西结要安尼做恁的条头，凡若以所行的，恁也要安尼行。即个代志若到，恁就知我是耶和华。恁主啊，当我拄去因所挖苦的，甲因所欢喜的阳光，因的目睭所喜爱的，因的心所疼惜的，就是因的囝儿。迄日得着炭字的人，竟无来你遮。互你清醒听见即个事嘛？当迄日你的喙就开，你着甲得着脱离的人讲话，无顾下教。你要安尼做因的条头，因就知我是耶和华。上帝的话读到遮，进度咱请姊妹牧师，伊的题目是必死的呼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调阮来行天路，这是何尼大、偌尼大的恩典。也恳求主，你今仔日阮阮来讲话，互阮对你的话语得到气力，得到望，来继续前来跑走。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有一首诗歌，就是叫做《上帝调我来行天路》。呼召是上帝对咱的邀请。有时上帝会借着咱身份的改变，来成做伊的呼召。譬如讲，咱一对翁仔某，伊生囝了后，伊的身份就变甲无共款。其实一对翁仔某，你要结婚的时阵，伊的身份就无共款啦。吼，所以这是上帝对这个家庭的呼召，互因成做这个家庭的夫妻，彼此的夫妻。然后因有囝的时阵呢，上帝就调因成做爸母这个身份，所以因的身份改变，也成做上帝对因的呼召，也开始无共款的阶段。有时啊，咱会成做团契会长，团契会长也是上帝成做咱的一个呼召的方式。咱伫团契中间受选出来，成做会长，咱的身份改变，也证明讲上帝爱呼召咱行这条道路。总是呼召的时间，有的人无一定。有的呼召的时间是有阶段性的，是一个阶段就结束。啊，有的呼召是较久长，甚至到伫一世人。譬如讲牧师的呼召。啊，阁有长老的呼召，因为牧师甲长老拢是终身职，牧师跟长老的职分是终身职，不论你是不是在任，你都是终身职。爸母嘛是终身职哦，吼。
爸母袂到一个大家讲，我毋是爸母啊，毋是。你若一刚开始成做爸母的时阵，你一生就是拢是爸母啦。吼，你的一生就拢是爸母。今仔日个经文24章的24节到25节，咱做伙来看周报，后壁面嘛有。咱做伙来看，则讲以色列要安尼做，恁的调头。凡那伊所行的，恁也要安尼行。即个代志若到，恁就知我是耶和华。人主啊，当我拄起因所挖苦的，甲因所欢喜的阳光，因的目睭所喜爱的，因的心所疼惜的，就是因的囝儿。今仔日咱要继续来看以色列先知，伊伫领受呼召了后，伫伊的生活顶面，到底有甚物改变？当上帝呼召以色列，就限制伊的言语啊，互伊变做矮狗，暂时变做矮狗，安尼无法度通讲话，只会当用伊的行动，用伊的肢体语言来表达、来传达上帝特别开始进行审判的迄个信息。即种的改变，说明上帝对以色列家的背逆，已经是到伫一个无法度搁吞忍，已经到伫一个无话通讲的一种的地步，已经无话可说了，忍无可忍了，吼，忍无可忍了。像24节则讲，以色列要安尼做恁的调头，凡那伊所行的，恁也要安尼行。上帝吩咐以色列所做遐的表演，咱咧看以色列书的时阵，咱即个月来拢咧看以色列的册。咱看到上帝呼召以色列了后，他就上演很多行动剧，对不？那些行动剧其实很精彩。一出的行动剧，上帝透过以色列讲，你就爱做这个表演，就爱做迄款的表演。表演啥？这个表演拢在说明，无偌久耶路撒冷就会受吞灭。伫以色列心中所发生的代志，一定会发生伫耶路撒冷城的正百姓的心中。这就是诚做一个调头。对伫以色列遐的动作，众人拢掠伊最奇怪啊！伊是安怎要安尼做这个代志？看拢无啦，无人甲伊当做一回事。总是当上帝无搁延前伊的大生气，无搁延前伊的审判的时阵，伊用大生气迄火吞灭耶路撒冷城，照因所行的报应伫因的头壳顶的时阵，因就知耶和华才是全地主宰。伊爱怜悯什么人就怜悯什么人，总是上帝若讲要审判的时阵，上帝若要讲审判的时阵，绝对是讲会到就做会到。上帝定着要将人所挖苦的遐偶像拢除掉。什么偶像？就是咱人所掠做是快乐源头的遐身份地位。我们很容易依靠自己的身份地位，我们觉得那个是我们力量的源头。还佫有咱所累积的财产、人际关系，咱掠做是遐是咱的坚固的保障。哇，我财富很多，我人际关系很好。哇，我一世人吼，拢无烦恼无恼啊，透动啊。既若想要借着家己的快乐来替换众人的注重，想要来荣光家己的时阵，遐的物件就叫做偶像啊。咱若挖苦咱的身份地位，挖苦咱的钱财偌尔啊多，挖苦咱的人际关系偌尔啊好，当咱在挖苦遮的时阵，遐个就诚做咱的偶像。第25节则讲，就是因所欢喜的阳光，因的目睭所喜爱的，喜爱啥？哇！喜爱遐个钱财啊，喜爱遐个身份地位啊，遐个阳光偌尔啊阳光的身份呢？啊，阁有因所疼惜的一切，上帝拢爱甲因除去，上帝拢爱甲因除去。伫今仔日的这段经文头前那尔，伫15节到23节，记载先知以色列的某死亡。
咱若有照读经的正道在读的时阵，咱就有印象，以色列先知伊的某，因为伊的呼召来死亡。上帝对以色列讲，伊要将伊目睭所意爱的某的性命忽然取去，并且当伊某死去的时阵，上帝吩咐以色列讲：你毋通为伊来哀哭，你毋通为伊来哀伤啼哭。上帝要借着即个事件，搁一次警告耶路撒冷城得要毁灭啊！伫城内所有的人，拢会亲像以色列安尼，看到家己所意爱的。看到家己目睭所意爱遐个人，一个一个来四散离开，一个一个安尼失落性命。上帝借着安尼来表明，伊确实是独一真的上帝，伊的性格甲权能绝对无用稳受到挑战。在座的各位啊，在座的兄弟姊妹，恁若是咱拢真意爱得到上帝恩典甲祝福。我相信无一个人无爱得到上帝祝福甲恩典。总是咱若意爱得到上帝祝福甲恩典，咱就爱看重甲上帝所立的约，咱就爱看重咱甲上帝所立的迄个约定啊，爱看重到什么程度？爱看重到什么程度？就是即使是咱家己另外一半，即使是我们的配偶，迄才是咱的囝儿，咱也袂当将因看甲比上帝搁较重要。无，因就诚做咱目睭内面的迄个偶像。要到这个地步，因为上帝是用嫉妒的爱在爱我们。25才讲，真主啊，当我拄起因所倚靠的，甲因所欢喜的阳光，因的目睭所意爱的，因的心所疼惜的，就是因的囝儿。这一切，若是诚做咱的偶像，上帝拢爱拄起。当以色列的某因为伊所领受的呼召来死的时阵，这个呼召的本身对以色列进行真强的攻击。这个呼召的本身对以西结自己成为一个很强烈的攻击。以色列失去伊的某，却袂当为伊哀伤的这项代志的本身，诚做上帝，诚做一个见证，就是讲上帝伫咱心中的迄个位置，绝对袂当用任何的物件、任何的人来替换的一个警告。这是上帝对所有属伫伊囝儿的人的一个警告。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德国神学家潘霍华说：“当上帝呼召一个人，是召他来死。当上帝呼召一个人，是召他来死。亲像耶稣基督，伊道成肉体的目的，就是行往十字架。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受上帝所拣选。”伫上帝面前安尼誓约，愿意接受伊呼召的人。牧师已经连续讲几啊礼拜，人一生的目的是甚么？在小要理问答里面头一篇，人活的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来荣光伊啊。我们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荣光上帝上具体的行动，就是来信靠、顺服、领受呼召。无，若毋是安尼，咱拢要是伫家己内心的欲望的顶面来当西。咱也真拥稳，真侪偶像伫咱的心头出入，也定定伫上帝甲世界的中间，拢无定着。旧约时代，伫以色列四周围青翠的原山顶，有侪祭拜偶像、拜偶像的山头段，有很多的丘坛，在上帝所应许给以色列那丰富的应许之地，很多拜偶像的那些丘坛都设立在各高山上，青翠的高山上。咱即马大同区吼，
大同区徛伫台北市的中的所在，四围是爱安尼，咱行出马路吼，看袂到啥物悬山顶啦。可能悬山顶的山头大，对咱来讲无啥物感觉。总是咱都市有一种山头大呢，我毋知大家有想过无？咱遐百货公司是毋是一个山头大？百货公司，咱遮有百货公司，行出去哇，好多店家哦，拢是钱啊，吼，钱来，那些店家一直甲你哈？好，那些就是一些商店街，一直在跟我们招手，钱拿出来，我这边有好货，赶快来哦，赶快来！还有许多的娱乐场所，还有政府机构，咱搁较贵吼，台北桥头再过去一点，有立法院、监察院、总统府，哇，拢伫遮。政商的那种各个代表性的机构，拢伫咱遮附近啊定。咱人内心对伫情感的依附，我们喜欢娱乐嘛？娱乐就是因为大家要高移高飞嘛，好，情感的依附、物质的享乐，还有金钱、权力的欲望，拢充满伫咱台北市呢。建成教会就是伫这个四界拢充满偶像崇拜的所在，互上帝分别出来。咱有想到无？咱每一个人，咱建成教会徛伫遮，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存在啊！上帝将咱对这个世界拢充满偶像崇拜这个所在分别出来，上帝调咱来成做伊圣洁的祭司。所以有啥物人通讲，上帝并无呼召我去做啥物？我想，你若有安尼想，可能你爱重新阁思考一下，因为成做基督徒的本身就是一个呼召啊！成做基督徒的本身就是一个呼召。有时咱会看轻，会袂记住咱的呼召，直到咱会亲像遐拜偶像的人共款，掠满足家己最要紧。咱有时会用消费者的态度进入教会。因为咱伫这个都市内面，我们每一个花钱的就是怎样？有一句话讲，我花钱的就是什么老大嘛，我花钱的就是大爷啊！我开钱我上大，大家拢来听我。咱有时啊会袂记住用消费者的迄种态度来进入教会。譬如讲，有时啊咱透早来教会，首先会碰到什么人？交替。咱进去教会进前一定有看到交替同工徛伫遐。我毋知影大家会想讲，哇，我来就是爱受到 VIP 的服务啦。这个交替吼，就爱甲我服务到伫，互我安怎心情舒爽，安尼才会对。逐次是的奉献，无论咱是奉献金钱，还是奉献咱的才情。有时咱的奉献不过是证明咱我有做啊哦，我有献啊哦，我已经尽了当尽的责任，咱却失落起初的痛，失落咱对上帝迄个丰富恩典、迄个迫切要回应、遐个恩典的心呐。我们的奉献好像有的时候只停留在。只是为了证明我有做到这件事了，我已经责任尽了，这样子就好了。其他的不要再多说了，我已经有做咯，我有证明咯。有时咱唱诗歌，无过是对心底安尼唱出来的迄种懊恼，毋过就是为着满足家己的希望的感官的迄个享受那定。甚至有人意爱高举家己教会的牧者，高举教会的领袖，诚做哇，阮牧师吼有一下讲道偌尔啊好，
哇，我的牧师哦，敢若先知咧，我的牧师吼，敢若名人咧，吼，就外面很喜欢那个名人讲座啊，什么到名人啊，要娶到很有名的人、很有名望的人。有时咱爱真势利，有时咱在讲这的时阵，其实是毋是在证明家己的眼光阁袂歹啊？哇！我选到这个教会吼，我缀着这个牧师吼，我缀着这个长老吼，我缀着这个会长吼，哇！我的眼光真好，你看。我缀的拢是高人啦，拢足高的安尼。咱发现伫即条行伫河调的即条道路，即条道路的顶面实在是充满气魄。咱要诚做圣洁的祭司，就必须爱对即个气魄的内面尽责脱离出来。咱若无必死的决心啊，我们如果没有必死的决心，咱真紧就放弃啊。我毋知影大家有看过迄个海陆啊？咱知影海军陆战队啦，吼，咱就讲海陆啊，海陆啊，最后他要结训的时候，会有一个测验的项目叫天堂路嘛，吼，人毋知的时阵吼，礼拜结束你会来 Google 天堂路啦，吼，海陆天堂路，迄个天堂路就是一条路，长长一条路，顶面是啥？拢是。大粒细粒石头，啊，搁有玻璃碎片，就是各种可以刮伤你、刺伤你的那些东西，都铺在那条路上。然后呢，要那些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怎么样？伫迄顶面用爬啦，对遮爬到落尾，啊，伫中间吼，搁要翻跟斗啦，你翻跟斗安尼砰规人安尼砰落去吼，啊，继续安尼爬。我光是用看的，我都脚软了。哦，因若无抱着这种必死的决心，敢有法度通结业啊？迄偌尼啊疼嘞！不要说经历过的人，没有经历过的人看着也会觉得，哇，真的是没办法忍受啊！即使咱行这条河条的道路，没有必死的决心，咱就会互世上遐的看路、钱财、甲宴乐，拢翕掉的啊！咱无法度结出成熟的果子，就亲像耶稣所讲亚正的譬喻安尼。世上的看路、钱财、甲宴乐是真多啦，足多。总是咱行伫这条河条的道路，咱若无必死的决心啊，咱可能行无几步，咱就放弃啊。就算讲咱做礼拜态度完全拢正确，有时啊，咱伫咱服侍的时阵，伫咱生活的中间，也免不了淡薄仔不满。咱会，但有时会咬念，是安怎别人会使，我就袂使咧？牧师哪会经伊无经我？团契会长，咱大家拢爱选伊，无要选我。中职哪会长老？迄个人佫也会当做长老哦。我若来做长老，我可能做啊比伊较好哦。啊，执事哦，我看这个人嘛。无比我较好，有时咱会感觉讲，我敢有比伊较差？咱有时咱心头会安尼想。迄阵有时咱会想讲，是安怎我着爱忍受遐个达滴滴的话啊？咱做甲流汗，互人嫌甲流烂。是安怎我着爱忍受遐个？是安怎我着爱忍受遐个对我的攻击？迄就是讲是安怎我着爱我承担责任？我的重担已经有够多有够重啊！是安怎搁爱叫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呢？是安怎我着爱做甲比别人搁较多？啥物款的声音拢有？伫遮的顶面，咱会发现到无？咱拢一直以我们自己为主体，是安怎？我就袂当。
是安怎我就一定爱承担这个责任？是安怎我就爱做甲比别人搁较多？我们的主词，我们的主体拢是我。咱要是真够注重家己的感受啊！咱真够注重家己的感受，忽略上帝予这项代志临到我，是要引带咱行往必死的呼召。当我们忽略上帝让这件事情临到我，其实是为了要引导我走向那一条必死的呼召。常常我们会忽略这样的重要性，是为了要学习耶稣为了成就上帝计划他所做的牺牲。咱拢讲基督徒，千万不是讲的那定啦。咱爱知影咱的耶稣基督替咱做什么，咱是不是也照安尼做伫别人的身上？有时咱并无明白上帝是安怎爱予这项代志来发生，就亲像伊对以色列的呼召，当以色列愿意接受呼召、接受这个现实的时阵，当上帝叫伊去做这做迄、表演这表演迄，上帝并无喊伊解释，讲啊以色列啦，因为安尼所以你就去做这个表演，你就去做这个动作。上帝一开始并无用伊来解说呢。以色列嘛，其实伊家己嘛毋知上帝是安怎爱我安尼倒伫正边，倒伫倒边安尼几若工，搁要摕进前有讲嘛，摕迄个牛屎，烘干的迄个牛屎安尼做迄个燃料，来煮食安尼。伊也毋知影啥物意思啊，总是伊就照安尼去做。当伊顺服照安尼去做了后，上帝才喊伊解说讲，为什么爱做这个代志？上帝是先叫他去做，他也顺服了去做，以后上帝才跟他解释说：“我叫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对于未来啊，对于未来，我们往往很想先知道为什么，我要先知道为什么我才做得下去。可是对于未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对于未来，上帝才是我们的主导者、领袖。上帝才是上帝，才是带路的人呢。上帝才是徛伫头前要带路的人，不是咱的。咱不是带路的人，咱是缀上帝后壁在行的人。有时啊，我毋知，相信大家应该有这个经验，就是咱若一群人要去一个所在吼，一群人要去一个所在路程，有时咱若迄个路，因为譬如讲咱台北市遮路上的人足多嘛吼，有时咱无法度可能两三个规厝的人做一个行，咱会零零星星一个安尼行有无吼？像我们报佳音啊，就是零零星星，因为我们的那个人数太多了，那外面的人又这么多，我们常常会一群变成带状的哈。头前一定要有人带路，对无？啊后壁的人咧，你敢会想讲，等下要正月还是倒月？免想啦，看头前的人正月，我就缀正月啊；头前的人若倒月，我就缀人倒月啦。敢袂想遐济？袂想遐济嘛。头前的人安怎带，我就缀安怎行就对啊啦。咱行这条上帝呼召道路就是安尼，主导者不是我们的，是上帝。咱搁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26节到27节，26节到27节遐讲，迄时得到脱离的人，减无来你遮，互你亲耳听见这个事吗？当迄时你的喙就开，你就甲得到脱离的人讲话无搁下到，你要安尼做，因的掉头，因就知我是耶和华。以色列毋捌问上帝安尼做的意思是为什么？伊一点仔都无犹豫，上帝吩咐什么，伊就做什么。
信实的上帝也伫真短的时间，信实的上帝啊，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给以西结一个公道，他就还给以西结一个公道。虽然以西结所做的那些举动，众人都看为很奇怪，竟然都俩一最奇怪。但是信实的上帝在很短的时间内，几年之内就给他一个公道。什么公道呢？就是耶路撒冷果然就沦陷了，耶路撒冷果然就毁灭。对城内逃走脱离出来的人，对城内逃走的人，就是26遐讲，迄时得到脱离的人，减无来你遮，互你亲耳听见这个事吗？意思是说，那些从城里逃出来的，逃出来的人，他们就口耳他们会讲嘛，啊，我们的国家。咱的国家吼灭亡啊啦，啊，圣城哦毁灭啊啦，凄惨哦，凄惨哦！这个城已经传到伫巴比伦，已经受掠到伫巴比伦以色列的耳会来，已经传到他的耳里。这样子的一个传话，这样子的一个声音，这样子一个事实传到以西结的耳中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见证啊。就成为一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公义的上帝个人审判遐个悖逆的子民，见证以色列当初伊所做遐一切，伊所传达的迄个信息，证明讲伊才是正港的先知啊！伊才是一位正港的先知，见证上帝个人就是全地的主宰。正前上帝呼召以色列的一开始，上帝互以色列变做野狗，互伊无法度大家来解说遐个怪异的举动。当然，咱毋知影圣经无真清楚写讲，伊是真正变做野狗，还是上帝叫伊莫讲话，亲像野狗安尼。圣经无写甲遐尔清楚，总是反映出来的就是以色列并无用伊的喙来解说。上帝信息是啥物意思？今仔日到呾，上帝时已经到啦。上帝允准伊开喙来讲话，伊无阁互上帝来约束。伊放胆向遐个逃走脱离出来的人，见证上帝旨意甲计划，见证上帝公义甲灵敏。有时啊，咱也亲像以色列安尼。袂互人理解，有时啊，咱也做甲亲像以色列安尼，袂互人理解。特别是咱真看重礼拜，看重团契生活，看重教会服侍，看重对主的献身的时阵，侪人会掠咱做奇怪。嘿，这基督徒礼拜拢毋免困到饱哦。迄基督徒礼拜拢毋免出去佚佗哦，真奇怪呢！我迄个同事，迄个朋友，迄基督徒吼，礼拜日一定着爱去教会。啊，有时啊，礼拜中间吼，搁要参加啥物聚会啦，想拢无。莫讲未信者会安尼想，有时啊，连咱家己厝内的人，共款拢是基督徒，可能想讲，你嘛较差不多咧。一工假嘛，拢伫走教会，恁兜咧，恁兜伫遮呢。有时咱偏偏是基督徒的家庭嘛，会有即种声音啦。侪人拢掠咱做奇怪，咱也真有时啊，咱也真学伫含因解说，因为因并无了解，可能伫迄当阵因并无了解，咱和上帝是啥物关系？我们跟上帝是什么关系？我们跟上帝是建立在生与死的盟约之上的关系耶。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建立在生死盟约上的关系。咱在座的，我们互相可以看一下，前后看一下，我们跟谁是建立在生死盟约上啊？没有。我们没有谁能跟谁建立在生死盟约上的关系。就算有了，我讲黑道嘛，黑道有时候就生死盟约，那只是血气的，
迄是属伫血气的，并不是生命的。因为耶稣的死，咱才会当受接纳，成做伊的囝儿。因为耶稣的死，咱才会当承受属灵的恩典甲丰盛。死亡这项代志对咱来讲，其实是真哇，很亲很近的一件事情。死亡对我们来讲，其实是非常的接近。如果咱若是无明白上帝对咱的疼是偌尔啊深，迄就表示迄个死亡离开咱还阁真远啊。我们属灵的死亡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如果我们还不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深，那就是十字架离我们真的还太遥远。可是我们不是基督徒吗？十字架不是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上吗？十字架跟我们应该是离不开的。如果我们感受不到这个死亡离我们还很，如果我们觉得死亡离我们还很遥远，那表示以至于我们感受不到的时候，牧师呼吁你会当去殡仪馆行行咧，去殡仪馆行行去看看，咱伫世间所一直要累积、一直要掠掉的物件，到伫咱死的时阵，啥物拢无法度摕走。到伫咱死的时阵，咱啥物拢无法度摕走。一般人拢无爱讲死亡。一般的人拢无爱讲死亡，因为死亡表示咱必须将一切，咱真无简单得到一切安怎放弃、放弃。我们好不容易得到那些财富，我们好不容易得到建立的那些人际关系，我不晓得喝多少的酒，陪他打了多少的球，我不晓得陪伴他多少，我才得到建立了这样的人际关系。咱迄落立法院、总统府遐个拢很多这种交际应酬啊，公司嘛是有时啊就做交际应酬的。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些呢，我以后的路就要靠这个啊，我敢真正放会得落。上帝呼召也是安尼，如果咱确实有明白上帝对咱的疼如偌深，深到要找到伊愿意放下、愿意牺牲伊独生圣囝耶稣基督的性命。上帝对我们的爱是这么的深，这么的迫切，迫切到他愿意牺牲他的独生子耶稣的生命。如果咱真正有确实有明白上帝对咱的疼，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上那必死的呼召，义无反顾，想都不用想，我们会义无反顾地走向那必死的呼召。弟兄姐妹，走向必死的呼召是基督徒向世人所展现的行动剧。今天，上帝要以西结在旧约时代，在以西结那个时期，上帝要以西结用他自己本身展现的行动剧给耶路撒冷城、给犹太人那些人看。如今，上帝要我们这些基督徒也要演出一些行动剧，要展现给谁看？展现给世上的人，展现给在我们家里可能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比较软弱，我们要展现给他们看。走向必死的呼召，是我们基督徒在如今要向世人、向我们周遭的人所展现的行动剧。有时啊，咱嘛无法度做什么解说，甚至有时啊，咱也无法度通理解。啊，我已经足忝啊，工作已经真多啊，啊是安怎吼？牧师在邀请的时阵，迄个长老在邀请的时候，我就讲好，我愿意。有时转去的。有时头前讲好我愿意的时阵，转去厝里想讲啊，我哪会讲啊遮紧哈？我哪会回应遮紧？有一点后悔。有时咱也会有一点后悔。
有时咱连咱家己嘛无法度通理解是安怎要答应这项代志。毋过，最后上帝已经会互咱四周的人明白，咱所回应的，咱所去做遮的代志是甚物意思。最后，上帝一定会让我们自己，也让周围的人都明白，今天我走在这呼召的道路上，我所做的这些服事到底是为了什么？上帝必会还给我们一个公道。上帝给了以西结一个公道，上帝也给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个公道。当耶稣国活了后，伊向众人显现，并且差派圣神保惠师开众人正世道的嘴，将福音对耶路撒冷变犹大传到地极的时阵，就证明耶稣会死。耶稣当初行往这条会死的呼召的时阵，是上帝对全人类，是上帝对全人类的恩典的开端。如果上帝无首先和你说明是安怎要做这个代志，咱是毋是愿意放下将咱的理性来放下，回应呼召？如果上帝无照咱的心意来成就，咱是毋是愿意将家己的感受放下的？咱选择要来顺服。如果上帝对头到尾拢互你一个人，伫一个无受到别人来理解的这种情形，别人拢对你误解的这种情形，你是毋是愿意抛弃家己的十字架，进入上帝的心意的内面？十字架看起来虽讲是真见效，十字架看起来虽讲是受咒诅，是真残忍的。总是十字架是行荧光，行伫必死的呼召的内面。愿我们都能借着对上帝的信心，走在必死的呼召，对世俗的刺配内面来挣扎脱离出来，咱拢会当结出信心的轨迹。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呼召阮众人来行天路。主，阮知行伫这条呼召的道路，有侪侪幽闷跨路。咱甲这拼所担的担，所担的担，也拿来拿担当。求主信心加天管的气力，伫黑暗中悠远心存仰望，尽家己的本分。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信息258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会众请起立吟诗。无论小事
请坐。奉献，咱请护祭的同工。请起立。请坐。公道，咱为着几项事来公道，为着教会兄弟姊妹集体来祈祷。咱为着陈金子、刘慧英、陈王兰、陈丽水、卢雪英、洪甘之、石玲玲、陈美姿、谢丽慧、胡艺梅、杜昭、刘慧忠、赖胜雄、林以诺、陈昭明、汪世军、张美妹、洪千惠父亲、李念之、陈秀龙、陈义利、杰伟父亲、林以乐、张惠良、罗新鲁、石凯华、凯蒂、吴安、祥安、慧英。咱阁为着中至东港要进行的2022年度事工计划来祈祷，为着咱全球的防疫政策、台海安全、台湾的国际定位来祷告，咱做伙来祈祷。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搁一摆将阮每一个人、教会、国家藏伫你的手中。即马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祈祷讲，
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人心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传阮入离弃，就救我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恁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伫报告的内身，咱来介绍今日头一遍来的朋友。这是林美晶的朋友彭月英，拍无啊，欢迎！希望你常常来甲阮礼拜。第二位是我的女朋友，叫詹若瑜，现在是那个台北医学大学医院的医美护理师，希望你常常来，教会消息我来报告。头一项，本主理义节牧师代表咱台湾神学研究学院前往义光教会请安募款。第二项，11月20号下晡4点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意。第三项，后主理是感恩节主理为和堂礼拜，请陪伴家己伫祈祷中算小文典。第四项，后主理下晡将进行圣诞节期的布置，请留意总务部的公告。第五项，11月27号上午10点要召开中纪会，中午12点要召开2022的事工研讨和预算会议，请各单位会当列席参加。团契消息，11月19号有报名北中、雄宁、台中一日游的会友，请记得报到集合的时间、地点。具体消息，凯蒂父亲吴安祥安的爷爷安息主怀，享年90岁。伫11月20号上午10点，伫二滨举行告别礼拜，愿上帝安慰遗族。奉献名声，请来家己来看。无需要补充报告。好，无需做一个补充，就是第三项，咱看教会消息第三项，下主席是感恩节主席，咱叫往例，我们照往例，我们和堂礼拜本来是分开，因为之前我们还有在防疫期间之前我们还有总容留的人数限制嘛所以本来那个时候是说就是分成台语堂、华语堂。那现在容留限制已经取消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合堂了。那下个礼拜呢，一样我们会在周报里面会加感恩节期的奉献袋跟一张感恩卡。那我们会在下礼拜的礼拜当中，我们一样会有大家一起往上走上来，照往年走上来，你就可以将你所准备的感恩节的现金，还有这个感恩节卡片，就一起带上来，放在圣餐桌上，这样有印象我们往年都这样做。好，所以就是说，但这张卡我们下礼拜的礼拜中，我们会让大家有时间来写。那你这个礼拜要做什么？你可以在家里祷告，圣小上帝稳定。你如果怕在礼拜当中忽然忘记，不晓得写什么，你可以先打个草稿。好，你也当打几个草稿，你可以带来，或者是你不用打草稿也没关系。就是下礼拜的礼拜中，我们会有一个时间，会有短短的几分钟让大家来写这张感恩卡。那这张感恩卡最后不是会拿上来吗？拿上来最后我们当天下午会布置做圣诞节的布置，那你的卡片就会挂在圣诞树上。好，我们往年都是这样做那牧师就再做一个提醒。那下个礼拜就是特别在奉献的部分，牧师也提醒一下，我们就会有2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感恩节
专门对于感恩节的奉献，就是大家一起走到台前来。然后，如果你有带孙子啊、带孩子来的，你就可以到5楼主日学4、5楼主日学，把他们带下来，就大手牵小手。好，你就可以带着你的孩子，带着你的孙子，一起来把你们的感恩节期的感谢好献给上帝。那还有一段的奉献，就是像我们平常礼拜的这样子的奉献。所以下个礼拜会有两种奉献，所以就跟大家先说明一下。那大家可以在这个礼拜好好的祷告，数算恩典，真正上帝恩典算袂了，好，上帝恩典算袂了。好，以上。上营信息511首，阿罗上帝至关至尊，会众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甲帮助，甲恁众人三甲地地，互恁伫上帝号召内面有信心、望、仁爱，来跑走头前的路，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礼倒闭会。